收看赤脚步。一切拢总过去，我心搁来想你，爱你的心也一定袂记，一定无意。过去我真真正正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加一加意，我愿甲卡意。如你想一生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用心对待你，你对我加情加意，我愿甲卡意。如你想一生的青春多一摆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原来说我伫遮。小杨，进队。玉芬，原来你伫遮。杨小爱，本来我要互你加我几工，想袂到你家己走来遮自找死路。哼，玉芬，你这个糟糕！你是啥人？你敢要救我？对啊，啊你这是真正假？会害我若袂安尼。我甲你讲，我是甲梁小安做伙来救。小安啊，哎呦，啊为什么要做你动样啊？即摆伫外面拼生死，你若不走到等死我。好，来，你走，来。机会也可以唔做，啊不过啊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呢？你免问我遐济，我不过来接你梁小安呢。小安啊，哎呦，安尼我还没来救啊！来人啊，下海门都到，来人啊！有意见，有意见。是。大胆放毒，甲出入大楼，劫走你个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！大胆，廖地官，你看这是啥物？太水了吧？你是？你免问我遐济，记住，等我记了定势了后，再搁讲。刘香，你走。敌对，起立。这。快将。站住！家己人，拢是家己人，家己人啦。你是咧讲啥？你嘛是太师派来的人啦。你是啥物人？为何要放走梁小安？廖地官，你先退下。今摆剩咱两个人，你会当献出你的真面目啊？你这尔扫兴，又搁这尔冲动，是安怎害死的伤心？叫你摕算我这个所在来代志。你无资格通假笑，将你的后面摕来，怎去讲？伊受伤，安怎？你想袂到害死我这所在协助你是？
要对付龙啸安，甲赤脚步因遮的人，我廖白云就绰绰有余啊！太师派你来是倒位的啊？你真自负，也毋过太师早有冤家，好佳哉是另外。也若无，你今仔日所犯的错误，会使咱的计划因为你失败。你是咧讲啥？若毋是你，龙啸安哪有可能走去？我好心帮助你，你却颠倒咧怪我。我问你，你明知影主角无伫咧梁少安甲赤脚步身上，为什么你会挑故意露出损我呢？我奉着太师的命令，带金甲两个姊妹啊来处理主角说案的代志。我所做所有我的目的甲你，无需要向你解释。做唔对的代志，如果唔轻信你。既然安尼，我只有老老实实将这所在发生的代志向太师禀。稍等下，李素秋，你声声句句讲我做唔对代志，你上好，给我一个心服口服的理由，你就莫怪我先杀你，才来向太师禀去。你要一个理由？好，安尼我就讲一个理由，互你心服口服。你着骗死！梁少安知影，你就是太师派来要对付伊的人。梁少安本来就无法度得出我的掌握之中，就算讲我有献心无献心，根本就无重要。你若是无献心，那安尼，你伫咧暗梁少安在意，伊心中有压力真，咱要对付伊是易如反掌。也毋过，伊即马知影你就是太师派来要对付伊的人，伊就会起疑心。伊会想讲你白云单枪匹马是安怎对付伊，然后伊就开始怀疑伊来这个所在接触过每一个人。那安尼，岂不是使得金家姊妹因两人兄弟会查甫？安尼毋是金家危机咧？金甲两个姊妹啊，只不过是我手中的一部棋，就算讲因的身份暴露，也毋过我倒有其他的活计通好行，无需要你操办。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安尼我就看你要安怎处理这件代志。我再慢慢向太师禀。哼，想袂到伊所心机这么大，我一定要防，以免伊伫咧太师的面前这出事，对我不利。小娘，阿姐，你这，阿姐，你较细心，你是惊无人听到，阿姐，你好势。你我要走去。小安啊，你的朋友咧？朋友？赤脚无？你讲的朋友是啥物人？啊对啊，哎呦，安尼为着我吼，甲人拄啊苦战，我知影讲吼，你定吼安尼行一个头拢戆戆去啊，所以啥物人甲我求你袂记啊，都你朋友啊。小安，我看迄个何明路吼，也无像明珠，迄个体型嘛无像苗疆的查某囡仔，到底伊是啥物人啊？对啊，我嘛是伊救出来，但是伊是啥物人我嘛唔知。咦，伊到底是啥物人？伊若知讲咱有为难，伊要来解救咱哈？啊，那安尼毋是伊的，安尼我知，一定是你的朋友，一定吼，你的朋友吼，看你的困难，来甲你解救，安尼然后伊想讲歹势，无要甲你报答，所以吼，伊才会无出现，所以你才毋知讲到底是啥物人甲你救的。假搞啊！迄个何明礼当面有表示，少安叫伊救咱出险池，伊也讲少安有危机，解救无延迟。你敢袂记？真正无道理啊！一定有怪奇。哪有啥物怪奇？哪会没道理？一定是少安漂泊又美丽，有查某去煞着伊，又惊我有错意，唔敢见面要等时机。叮当，你莫乱提，乌白讲话挂着舌，对方唔知圆也扁，怎会甲我有斗阵呀？有斗阵？无斗阵，哪有可能拼死要甲你帮忙？这吼一定是有奇怪啦！小娘，你今日坦白甲我讲哦，我生气了。
吼，你也是真够生气啊！嘿，小安啊，讲安怎，你都爱相信你都对啊啦。师傅，免搁怎么师傅啊，小安，啊你无甲迄个何明路斗阵是安怎？你来伫迄个关系内底？一讲来是话头长，要无咱哪行哪讲，咱来离开这现场，要无追兵若来，咱有麻烦。啊你嘛是好，行，无咱行哪讲？行。小安娘哦，拢做有查某缘的人，若要甲伊对好调哦，肯定搁去互人指去，袂用哩，来去。金花，你要去倒位？中途搁无伫咧房间啊，一定是去衙门啊，我要去找。你免去，伊甲车骹无因师徒念着转来。阿姊，你有我去过关系啊？是毋是你叫因走的？是一个后面女子，伊先救车骹无，才放走梁小安。真可惜，我无看到伊的真面目，敢若知影伊号做伊素秋。伊素秋，伊是梁大哥的朋友吗？毋是，伊是杨太叔所派来的。啊，毋过看伊的做法，甲听伊甲白云的对话，实在互人真歹相信讲伊是太叔的人。阿姊，啊，咱即马是安怎？即马杨太叔手下人愈来愈多啊！你免烦恼，只要咱一直甲因制造纠纷，互因起冲突，咱就会按这个中间得到利益，达到救大哥的目的。啊，毋过梁大哥因拢是正人君子呢，咱不如甲事情吼讲互因知影，无伫家伊会甲咱斗相共哦。你毋免妄想，梁小安的目的嘛是伫咧说我甲朱玉，汉年拢共款，敢若欺负咱是弱势小国。袂啦，梁大哥因毋是安尼的人啊，我相信吼，因一定会银花。你是毋是去介意着梁小安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我袂搁再相信你哦。我相信吼，因一定会银花，你是毋是去介意着梁小安？你毋通袂记哦，咱的目的是啥物？只要妨害咱的任务的人，就是咱的仇人。阿姊，莫搁讲，入去房间，等梁小安倒转来，打探因的动向，咱再决定看要安怎做。是。啊，贤姐，哦，你伫遮？梁大哥，你倒来啊？嘿，来，切，这杯，安尼弄啥？哎，我好苦哦，一时仔叫无顾着尔，你两个要安怎上好？母猪到底，这只母猪吼，世界上吼上好食醋的查某，你若直接看到吼，互伊甲因算账，我来叫伊来，明珠啊，明珠啊，是安怎拢无看到？你免叫啊，真姑娘无伫客，无伫客啥？哎，安尼，啊是安怎样？咱无看到明珠？哎，可毋是安尼，袂算，哪参像迄个面线糊咧，规工甲你搞做伙，啊，谁哪去甲开刀下去？梁大哥，我是你迄我疗伤的时阵，啊，明珠姐伊，你毋通误会，其实这是明珠叫我替你疗伤的。哈？你讲明珠甲你做的？无可能，那咧吼，你做毋到查某人的心理呢？伊即马吼，一支嘴讲，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其实伊心内哦是恨死你，气死你。所以你拢唔知讲吼，这查某人哦，嘴啊甲外表拢都无共款的啦。哎，无我一个小叮当的，你一个出台敢若袂输连珠炮直直弹，你敢袂忝？无影无一只敢后要讲啊真实的呢？师傅啊，对，哪知你出声？你想看嘛？你嘛查某人啊，啊你嘛是做大项的对毋对？啊你你个大头的，这寸情对不对？啊那你两个感情，你嘛像爱食假细哩，像这情你上知啊。好，到遮就切。哎，你安尼火烧厝拢烧假经嘞，你少年人的代志就规气你讲的，咱牵对我遮老的来。哎，你是条够不得不切的呢。免讲遐尼济啦。小安啊，我看咱先来去休困，啊，万能代志咱再过来参详者。好。哎，恰卡无，你若唔先算看卖啊，真姑娘会去倒位？哎，查某囡仔伊，啊你对我这学这的物件你真有兴趣，你甲我试一下咸正呢吼？哎，你是神机妙算啊！我已经久仰你的武术威名啊！你讲阮师啊，
伊车都没有问题。啊，别人唔知，啊，若是讲伊的功夫哦，是从来宁可不倒。看一个即马这个时阵哦，你是要考伊的烂骹，还是要考伊的阳刚骹，还是有水都要好。甲遮大好，甲遮切，谢。哦，你真好，甲我拣即款无钱的生意，互我做。我看我有一天我早晚会去，互你卖出去哦。功夫讲等者啦，是讲吼三个你看卖者啦。你看，人个小安哦。 即马这心肝内哦，安尼七上八下，唔知影讲明珠是走去倒位，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哦，咱来规甲等者，你过去也上看卖咧，看明珠哦，即马起一个走去倒位啊，要定定吼，咱即马这个时阵哦，已经是去剃头整骨。好啦，你是日月喊开水槽咧，你一个就煞别人死呢。你这查某囝心肝实在，唔好学安尼啦。来，啊，你若有兴趣哦，我紧，无我算一个甲你三米数一啦，哈，来，我算看卖来。梁公主啊！ 梁公主，有人要来找你啦。好啊是。是安尼啦。阿算毋知昨一个少年的吼，来我店里讲将即个物件吼放伫我遮啦，讲伊欠所费啦。伊讲明仔载吼，伊若无来去，叫我将即个物件送互梁公主。梁公主，你的两杯继续害我。你安尼，迄个人有讲伊的名字无？无。师，你看卖咧。 这果然无错嘛！这明珠哦走出去哦，我用哦一定身躯无早钱啦，欠所费，啊一定摕物件哦去遐等顿，这一顿的啦，一定是顿的啦。这有可能哦。啊，若无，哪有人知影讲梁公主住伫迄遮，会送物件来遮互伊？是。梁公主，拜托你紧甲这个物件收落来啦。袂用子，对方什么人我唔知影，我袂用收。无咯，梁公主，你若无收哦，阮规个家己拢死了呢。这话是安怎讲？算毋知你若无收哦。 迄个公主一定当作我甲这个物件暗藏啊！又讲哦，物件若无送到你遮吼，要将阮规家口拢杀死啊！拜托，梁公主，你收起来啦！小安啊，我看代志既然是安尼，我看你就先该收起，啊是欠你偌济钱啊？无错，三两钱，哼，没关系，我给你来。你就免叫转去吼，小死人家安尼，唔当唔加钱尔，我要害人规家伙。多谢。 是讲这内底唔是啥物物件吼，你来做过回来咧。安尼，你紧甲看卖咧，看内底啥物物件吼。主角。金姑娘啊，你看这个主角到底是真的，或者是假？无唔对啦，杨大哥，你若信唔信哦？会当摕一张图出来对看卖啊？ 这是主角。哎呀，这到底是什么人？哪会这么好心，将这个主角搁再送行李咧？哎，你是这样啊？这是不改呢？别人的物件你还直直穿去，你是咧创啥？无啦，师，我是讲哦，这主角是安怎来对遮来？哦，恰大哥，你看，这是不是有阴谋？我看物件先收起来，咱再过来拍算。 小李人，你创什么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什么？你讲有人将主角送给梁少安？无唔对，就下所看的是安尼。 你知影对方是啥物人？小安嘛唔知影什么人，只知影讲有人摕一个礼物来。小婷，等下，你紧倒转，利用你偷窃物件的功夫，将主角偷起来还。是。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，我看我的计划来做一点改变。顶过特赛，你的下官去找人，我即摆已经甲带来。别借上映参见特赛大人。丁特赛，这个上映是本县所有捕头内面办事能力上界悬、功夫上界好的一个。因为进前几工啊，互隔壁县的借去办案，甲头阵啊才拄倒报道啦。上映，听讲你功夫袂歹，本来我想要暗中派你送一份物件，等于太师，也毋过即摆有一点仔状况改变。你暂时对伫我身躯边，
你知有愿意无？这有愿意，迄当然嘛愿意。有这个机会为特赛来效劳，这是无限的光荣呢。上英，啊，唔着紧感谢特赛讲呢。丙特赛，上英为了县内安危甲治安，不敢有扫台湾。等特赛真正需要上英的后面迄当阵，上英再来报道也袂歹。上英你好啊，上英，看起你是一个尽忠守节的好捕头。日后我若有啥物任务交代互你，你一定袂互我失望才对啦，吼。只要是特赛交代的任务，上英一定尽力完成。真好，真好，来，这赏你。上下唔敢，有道是无功不熟路，若是无其他的代志，上下个体。上英啊，上英，这个上英哦，就是这种脾气啊，实在是真唔知好歹。好啊，你是捌事，像这款人吼，你若对伊好，伊就替你卖命，你知影？哦，姚地官，下官知。明暗2天，你派人去古原寨。这单代志你要好好甲处理，若无你是条乌蛇无，就保袂牢，你知影？是，下官马上去安排，马上去安排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才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